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指控嘉义市消防局在今年3月到11月这段期间，予消防员休困的4点钟，事实上是假休困真被勤的违法工时。二月再起，协会去到嘉义地检署告嘉义市消防局长侵害消防员的权益。那这消防局是表示遗憾，不过尊重因的做法。 侵害劳动权，被请应记公时，家事消防侵害劳动权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指控嘉义市消防局长伫2023年3月到11月这9个月的时间，侵害基层消防人员应该休困的权益。在今年的这个修法当中，有明定说应该要给予消防人员休息的时间。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休息的时间却被嘉义市消防局拿来叫这个消防员来备勤，甚至不计入工作时间去计算他们的工作时数。消防局在安排我们勤休制度上，每天工作时间是24小时，但有4小时却是不支付薪水的。以目前消防局的勤休制度，造成同仁9个月机械的加班费高达2000万。 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。嘉义市消防局表示，有配合中央减少工课的时间，也有安排休困的时间。不过，大工需要有固定执行勤务的安全人数，也强调一切合法。勤务的辖区的主管同仁，他们按照辖区的那个安全性的考量，以及保持最低人力的考量，他们来编排。那么这些都是一种，基于要辖区的安全。 来编排的。嘉义市消防局有大约7成的消防员，人数数万顶前，要求爱下因大约2000万的加班费。消防局强调，目前卡手无够，也是予基层同仁1个月上班30天，会当休17.5天的假。对因的提告虽然违宪，但嘛是表示尊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